专连伫台中大道一搭也未完工的新厂房，今日下晡就火烧，有20外个工人吊伫无共楼层，市府是暗算要透明抢救。大庭移民听到这消息，92月18国际移民日，美国的开放边境，走去边境单边入境，却是去互美国的军队赶走。云南耶诞老人村是当咧无应受世界各地假期的批，到经理的小青年讲，伊冇收到台湾假期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继续来关心专连伫咧台中大道一搭也未完工的新厂房，下晡时着火烧，有20外个工人吊伫无共楼层。市府是已经调工机构来搜救，目前已经有9个人死亡。这火灾原因怀疑是工人施工出火请造成的。台中的地检署是指派这主任检察官去火场调查，负责施工的互已经遭死误的副总。A 案嘛已经出面回释咧，讲会为这件代志负责。火一直为厂房清出来，有火昏半天悬。伫台中大道沙田路的专连公司成都新起的厂房，19下晡1点半发生火灾，火真紧就规个拢烧起来，将近20外个工人吊伫无共楼层，情况真危急，消防局随展开救援。他们在做人员清查的时候，还有发现大概5到8名的这个民众啊，目前电话是没有接通的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派2组的人员携带水线进到现场去搜救。新起厂房面积28734平方公尺，是地上4站、地下1站的建筑，内底有真侪玻璃拢崩。消防局出动分推车救援，为4楼救14个人落来，3楼救5个人出来。另外有一个工人火灾大发生的时阵，为4楼跳落来，当场失去性命迹象，送医急救也是救无回来。医院患者主要是全身有一些熏黑的情况，以及双脚明显变形骨折的情形。经过急救之后，已经宣告死亡。下晡4点45分，佫发现4楼有2个失联的已经无开，经过急救也是救无回来。台中市长罗秀燕嘛到场关心救灾进度，消防局请重机构破坏外缘的帷幕，开搜救路线。消防弟兄他们有传出来说，他们在里面可能找不到路，因为有的都已经没有路可以走，所以他们现在有破坏机具也进去哈。那希望能够把这个协助消防弟兄能够开辟搜救的路线出来哈。救出来民众拢总有8人受性砸伤，意识清醒，分别送5车同综合病院，也甲沙拉工人病院。消防局表示，到位点初步判断应该伫地下室，已经做好透明拍火也甲搜救的准备。详细导火原因还佫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冷气团也继续咧发威，全台湾冷死死。新北、桃园、新竹、苗栗等7个县市，目前是发低温特报，都要注意。今日透早，这宜兰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都已经咧结树霜，南投的合欢山是落冰雪啊。气象署就讲，这明仔载拜五各地是较回温，不过拜六过后，就又搁有大陆冷气团要落来，愈换就愈寒。受到大陆冷气团落南的影响，19礼拜四合欢山透早4点外，大家落雪条件，啊，不过因为水汽不足，加上短时间落雨雪，不少游客无顾到冷害低温，冲去合欢山。真的，这个我们非常冷，搞不好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来啊，就是创造一个回忆。有看到雪落一时啊，互上山民众化工真有价值。那路边的树花、山顶变做银白色的世界，轿车挡风玻璃头前，嘛当看到一寡雪。因为路边积雪结冰，现场挂指示牌，要求车爱加装雪链才会当通行，才袂出去。镜头换看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园区的树花、草坡啊结一层冰霜，规个银白色的，互游客感觉真神奇。于今日的清晨下起了雾凇，那主要集中的区域在太平山庄以及翠峰山屋等较高海拔的区域。那目前呢，气温约-3度，那没有水汽不足，所以没有下雪的情形。所以呢，一专一线，并未进行道路的管制措施。海拔2000公尺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19透早陆续落冰霜，啊，不过因为水汽无够无落雪，路面无结冰，气象署将对新北、桃园、新竹、苗栗等7县市发布低温特报。这波冷气团20日下减弱，各地温度回升。中南部高温到20度以上，北部高温回升到17至18度。啊，不过拜六下晡开始，各地会愈暗愈冷，持续影响到后礼拜1个透早。
这段时间温度就是逐渐的下降，一直在周日及周一的清晨，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普遍就会是12到14度，那在南部呢跟台东大概就是14到16度左右，感受上也是明显的寒冷。气象署表示，后礼拜一日下开始气温会一天一天回升，不过后礼拜一到后礼拜二，因为南方的水汽刷向北部，各地落雨机会会增加，呼吁民众出门都爱穿好袖。记者综合报道。逐班都有饲牛领糖这个政策，因为散货也有保存等等的问题，是引起真侪争议。即阵农业部嘛确定讲，这项政策是干那办到这学期，后学期停办。办到这学期结束，那下学期就停办了。农业部伫行政院会后记者会证实，逐班临饲奶的政策办到这学期，并且坦白讲，家长、学校、县市政府、产业、教学、教育团体各界意见拢无共款。我们因为也没有办法取得由中央继续办这件专栏的支持，那所以其实昨天有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就停办的决议。侪代表台反对逐班临饲奶政策，陈教总肯定正义，有甲苦劝听入去停办。讲到政策实施以来，学校拢真痛苦，干扰学校的作息，影响学习的品质。批评立意良善，不一定就是好的政策，希望莫搁安尼做咯。要在教育现场去落实或去执行，一定要以这个事件为戒，不要动不动就要教育现场去做执行，做的一个策略不对的话，会产生一些反效果。强调囡仔介入列出不足的当时基金会是表达遗憾，因为这配套的做法无沟通好，造成政策推动遭无困难，呼吁重新来检讨，继续提供有需要的学校也是囡仔，确保囡仔会使得到有够营养。我们是热量过剩、营养不良，就是有需要的人，你来申请，我没有强制哦。对于有需要的人来申请，可能就不会有这些乱象。那个协会也表示遗憾，强调囡仔的健康一定爱照顾，建议政策修正了后重新来实施，组长应该配合这营养午餐来供应牛奶。我觉得要做就要把它做一个正规化，然后常规化，才能够真正做到照顾学童的健康。对着确保囡仔营养健康，教育部国教署讲会继续甲地方政府甲学校来努力。也若有算，农业部讲专案计划编7亿1千万的执行完，另外原先编列4年44亿补助，会搁规划对产业上较有帮助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外有啥物重要的消息？咱做伙来看。头先先来看这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是去互指控讲，伫咧做桃园市长的任内收乌西钱500万，8月去互起诉。杨记这桃园的地方法院是头一届传唤郑文灿到庭，伊是坚持讲伊无收钱，而且强调讲这推动开法案，毋是伊一个人就当决定的，勿望司法刑伊清白。再来看这保育总队的警官，竟然是涉嫌甲总统无公开行程泄露出去，已经向羁押。立委就认为讲，咱的国家安全体系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要求国安单位就要随下部会调查。也若是总统府是表示尊重司法的程序，依法停处。上尾来看，今年7月是有一个有生7礼拜妈妈在台北市的光华巴士，说是因为公车向打动滑倒楼梯。这受害翁仔某就指控讲，公车业者态度真恶蛮，想要用赔6000块的解决这件代志，而且佮指控讲，台北市的公运处事故鉴定书是讲伊无换好势才会滑倒的，根本就毋是事实。批评这公运处是在甲业者偷讲话。接落来，咱来看国际消息。美国国会共和党甲民主党因两党真无简单，才超好势临时开始法案。18时向去互还未就任的后任正副总统 Trump 甲反司来反对，要求伫咧这拜登的任内，就要有关机制上限，莫阁拖甲伊就任。也若是这预算案无过，恐惊是一寡联邦机构都要暂时关门。这众议院的议长强生要连任，嘛愈来愈困难。美国众议院议长强森主导的临时开支法案，将无简单甲民主党达成共识，确保法案有够的票数，会当伫众议院过关。法案的内容主要就是互政府伫未来3个月内维持目前的支出水准，像讲白宫要求的100亿美金灾害救助款、300亿美金的农民补助款、巴尔的摩跨海大桥的重建经费、限制对中国的投资，还佫有就是国会议员的调薪案。毋过后任的正副总统川普甲范斯18刷
雄雄反对这项临时开支法案。川普伫社交平台答问，爱共和党议员较巧的用强硬的态度，若做民主党威胁法案无通过，政府就会关门。安尼就回答讲，这拢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甲拜登总统的唔对。最后，佫用大写字强调，若做有真正的总统在位，根本都袂遮尔乱。 Well, what the president believes is we should support a clean CR so long as it contains a debt limit increase. That's the position of the president, and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try to push for. 离政府资金用完的时间20敢若剩2天，也等新年假期慢要活，国会真侪议员甲助理早就整理好转厝过节。强生就算要顺川普的意，讨论新的开支法案内容，拢面临人数不足的困境。Good evening, everyone. House Republicans have now unilaterally decided to break a bipartisan agreement that they made. House Republicans have been ordered to shut down the government and hurt everyday Americans all across this country. 为了因应目前政府开支水准，国会提高负债限度的次数已经超过100届，联邦债务规模达到36条2000亿美金。川普要求临时开支法案必须都要用伫该用的，而且必须要伫现任总统拜登任内就提高负债的限度，毋是等候到伊上任了后。川普所任命的政府效率部共同主管马斯克，搁伫 X 连发70条文，讲法案的内容充满政治分离，搁经过投赞成票的议员。 2年后拢应该落选。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12月18是国际移民日，不过煞受一条假消息，讲移民日美国会开放边境，转造成真侪移民听到这谣言，走去边境等要入境，去互美国的军队赶走。也若是对这移民的态度真无友善 ，Trump 是1月就要就任吗？真侪移民就讲，因对未来是愈来愈烦恼。 直升机伫德州美墨的边界在西口啊，互规个拢烟蓬蓬。德州边界巡逻警卫队是向想要下过边界的无证移民来放催泪瓦斯。18国际移民日即天，一寡移民准是讲美墨的边界会开放，想要弄过去，结果嘛是互无情赶走。Estamos nerviosos y por eso tratamos como que de entrar para ver qué va a pasar con nosotros antes de que él entre ahora el 20 de enero. Sí, tenemos miedo, por supuesto que sí. 一个关照移民的牧师讲，这移民拢是互人抓集团骗去啊。Tristemente, muchos de ellos siguen siendo engañados por grupos del crimen organizado que está sacando provecho económico de cada uno de ellos. Hay grupos del crimen organizado operando, quitándoles el dinero, robándolos, secuestrándolos. 在拜登卸任进前，美墨边界的警戒措施看起来并无放零，连墨西哥这边嘛紧派出军警来维持秩序。不过，共款留伫墨西哥的移民并无死心。 因伫移民日即天是大声喊移民毋是罪犯的口号，伫江浙城市加起的街仔都示威。En realidad el panorama es bastante difícil, tenemos incertidumbre como el resto de, creo que en México la sociedad civil, los que están documentando, quienes están en otros espacios, la verdad están sufriéndola mucho porque estamos a expensas de lo que suceda allá. 另外有一寡移民根本都还未到墨西哥中途失联啊，因的家属嘛伫哥伦比亚，甲印有因的相片布条寄互关，希望较紧找到这个无代无志失踪的亲人。目前美国境内差不多1100万的无证移民，其中大多数拢是对墨西哥和中南美洲来的。川普第2个任期还未上任，就已经呛讲要大规模来驱逐这个非法的移民，甚至以对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征收25%的高关税做威胁，要求墨西哥要配合管制移民和毒品。面对无确定的未来，到离拉美国家的民众，美国人想要达成是愈困难。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美国2个太空人 Williams 甲 Wilmore 今年6月是去国际太空站执行任务，不过却因为这太空船故障，因是只好先留咧太空站等地球派新的船过接应。这届任务本来是干那8天尔，不过这阵是预估要到3月底才有法度去载运，这8天的任务是变做8个月过。因为伫咧这太空当中，逐天需要3500至4000克热量，是地球的2倍，而且嘛需要大量运动，才会当维持筋肉甲骨头健康。所以讲，这2位太空人当中的这位 Williams， 这阵是已经消散了吧。
美国太空人威廉斯甲威尔摩今年6月坐波音公司的太空船乘坐飞机到国际太空站，不过因为飞行期间太空船出现推进器故障这问题 ，NASA 因为安全的考虑，决定让乘坐飞机空装返来地球。2名太空人留伫国际太空站，等到明年2月甲 NASA 9月 Crew 9太空任务送来美国太空人希格甲罗西亚太空人戈布诺夫斗阵回航。这个原定8天的太空任务将变做9个月，没想到 NASA 伫18讲回航的日期还搁再延期。Spaceflight is difficult. It's a lot harder than I think people realize. Like NASA makes it look easy because they just like keep sending people up and keep sending people up. But like actually, there's a lot that goes into it, and so sometimes this kind of stuff is going to happen. 原定明年2月载运太空人到太空站轮调，并且甲威廉斯这4名太空人在等来 Crew 10任务团队受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天龙号太空船执行。不过，全新的天龙号太空船需要更加多时间来准备，所以讲发射时间延后。威廉斯这人回航时间上计嘛要等到3月底，甚至到4月。时间一直延后，取得各界关心。不过，2位太空人讲，因的身心状况拢真好。Things that we always miss our families. I miss my 2 dogs. I miss my friends. But you know what? Like Butch said,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on Earth that are sending us messages, and it makes you feel just right at home. 今年11月，国际太空站接受过2批补给，所以讲食物、水、衫裤，也有勇气这必需品拢无欠缺。内底甚至也有庆祝耶诞甲跨年假期的物资。NASA 讲，一般太空任务一抓持续6个月，少数继续到1年才久。所以讲，威尔摩甲威廉斯的停留时间无上大的问题。公视新闻施惠中编译。后礼拜3就是耶诞节，但2月这个时阵，就是芬兰的耶诞老人村上届报用的时阵，世界各地拢会有人寄批去予耶诞老人。听说今年上报道已经收到50万张批，内容主要拢是要祈求和平，也是讲甲耶诞老人讨礼物问意见。这邮局的小精灵，即暂时逐工拢要加班4点钟来处理。不过今年真特别的是，因为讲伊嘛有收到台湾的批。卡达着白色耶诞老人派着大大礼物袋啊，行向伊交通工具，通知疲劳，准备要出发去发送礼物。今年一届耶诞节特别到了，每一当这个时期，就是芬兰耶诞老人村上无闲的时刻。耶诞老人无闲阅读，各地自动寄来批，受到全球各地发生动乱的影响，耶诞老人除了祝福大家耶诞快乐，嘛真罕的希愿，毋望会当世界和平。And I really hope that we could find a way that people could live in peace. Because sad things are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all the time. We can't deny that. But I really hope that we could find a way that how to live in a peace together around the world. So Merry Christmas. 耶诞老人认为庆祝节日的方式有真侪款，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是正确的。耶鲁邮局内底的精灵嘛无闲甲数10万件为全球各地寄来希愿批做分类，今年的批甚至有为台湾寄来批。Santa has receiv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letters to Santa Claus Main Post Offic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o far, most letters have arrived from Asian countries like Taiwan and also European countries. Poland would be in top 5 of them. 精灵表示，今年大部分的囡仔想要真侪佚佗物仔做礼物，其中上普遍的愿望是毋望收到咸鸭球。真侪游客嘛，伫这个时期进入盐路村，感受这里的气氛，而且排队甲耶诞老人会面，实现囡仔时期的梦想。毛家配合耶诞老人的民众，毋望收到耶诞老人的批甲祝福。公视新闻台是同编译。2024年就得要结束啊！美国纽约时报广场迎接新年倒头上的大型电火2025是已经采出来啊！这时间游客就当近距离翕相，也若刷来就调转去广场大楼顶头，等到新年倒头上的时阵，电火才会倒。4, 3, 2, 1, Happy New Year! Yay! 2025 is here in Times Square. 听到这种话声，到时阵伫跨年时阵绝对更较闹热。美国纽约时报广场跨年倒算活动大型2025数字灯，已经伫46家甲47家中央的槟榔会开始展示。活动单位当日办活动，替大家来练习倒算。Today we are revving up the countdown to the new year, and in just 13 more days, the eyes of the world will be focused atop One Times Square when the famous ball drops and these numerals light up at midnight.
这个数字总重量545公斤，上大数字是0是164公斤，四个数字拢总620粒 LED 灯，数字2有145粒灯，数字0有164粒灯，数字5有166粒灯。They're going to be out for the next 4 days, and you're basically able to get up close and personal and almost touch them. 一寡游客排队等要甲2025翕相，有人用跳舞的姿势，有人是大风滴小针，还有人规家伙出动，透过大门还是做贺卡。预告新的一年就要来啊！23透早数字灯就会搬走，挂伫广场的楼尾顶，伫跨年夜正式倒算点灯。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当年耶诞节拢会推出这款造型灯咧摆设灰仔红啊，这摆设面是代表财富。今年上届手持的红啊，是这美国的总统当选人 Trump。因那其他政治人物冇做红啊，形象是甲平常时啊天差地。咱做来看。西班牙巴塞隆纳这间艺品店的门口，有一尊红啊靠遐伫咧摆边，店内最新的红啊也拢是褪裤摆边。今年卖了上好的就是川普。I mean, of course, you know, you gotta get Donald Trump. You know, like that one's the best. You know, just the president,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gain, and everything. And it's just funny that you can get one of him pooping. 这种的红啊，听起来敢若无啥文雅。不过，伫咧加泰隆尼亚地区，这是一项正特别的耶诞传统。上早的历史是17世纪末，一间教会耶稣诞生场景的红啊内面，就一尊是无像人躯的迄当阵的人认为摆设杯代表肥料甲财富运势。因那摆边也是上瓦棍生活的艺术气氛，摆边红啊就安尼保存落来。每年到耶诞节，真侪人拢会买来送礼，或者是采家己厝内。伫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红啊的销售量也成为选情的预测指标。El caganómetro es nuestro medidor de ventas de la web o de las tiendas, ¿no? Que nosotros vamos viendo, pues si Kamala se vendía o se vendía Trump, ¿no? Entonces veías que Kamala se ha ido vendiendo, pero no en exceso. En cambio, Trump ha sido devastador, ha pasado arrollador. Igual que en las elecciones, ha sido lo mismo. 这种的红啊传统的做法，是甲黏土放入去1000度的窑内面烧甲定型，过来用手工画色。即马制程一直伫咧进化，红啊的形态也愈来愈多样化。家庭菜红啊大部分拢是话题性的人物，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俄国总统普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连阿根廷球星梅西加西班牙球王纳达尔也好，一个韩国流行游戏的角色。网络顶也出现互受者联名的超级英雄系列，大家酷规版真趣味。Es algo diferente, creo que no se ve en todos los lugares, no había experimentado que las figuritas estuvieran así, pero es bonito, es curioso, es algo inusual, creo que lo recordaré de España. 对政要名人到一般百姓，无论是啥人，拢爱脱裤裤的所以这种摆边红啊，刻画出真实的生活形态，也将这加泰隆尼亚传统的特产。业者估计每年耶诞节会当卖3万仙红啊。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天气寒，中风的风险较悬。英国甲德国的研究人员就推出 AI 软体，会当诊断这中风发病时间，来当判断损伤敢有法度复原。这准确率是比干那靠医生判断搁较悬。When a stroke strikes, the damage spreads like a fire in the brain. When you spot any single one of these signs, think and act fast. 在英国卫生当局发布的卫教影片内面提醒民众，若发现疑似脑中风的症头，就要随去看医生。面对这种病人，医生是定会透过脑部的电脑断层，对显影内面铺色是深还是浅，用目睭来判断病情。但医生嘛承认，因嘛会拄着无法度判断的部分。And the problem is that we don't always know exactly when the stroke began. And even in some people where we do know the stroke began, the problem is people's strokes, they progress in time at different speeds. So some will go very fast, some will go slower. 日本伦敦帝国学院每年喺工业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的研究人员，就会研发的一款 AI 软体，会当更较精准来解读电脑断层的影像，帮助医生诊断中风的病人。This dark grey area here, for example. So our technology can firstly, it can extract that abnormal area, and then secondly, it can interrogate that area and work out when did the stroke begin, and how likely it is that we can reverse that abnormal area.
医生讲有这款 AI 软体诊断的准确率是提悬一倍，而且会当伫中风的无共阶段会辅后医药啊是治疗，阻止病情恶化甚至逆转。Yeah, and our calculations suggest that it means that about 50% more patients will be treated appropriately with the right treatments in the emergency situation. Those treatments being either a clot-busting drug or a surgical technique which allows us to extract the blood clots. 医师强调讲，把握治疗时机是对抗脑中风的关键。若是出现延前，病人有可能会发生出血，也是病情恶化，颠倒是无任何效果。人工智慧科技伫医疗领域的突破，会当帮助人类愈无病痛。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